上次條片咧講完 ETF 之後，有啲朋友咧好直接咁問：喂，你唔係做保險嘅咩？點會走去叫人買 ETF 㗎？你唔係最中意盲推儲蓄寶嘅咩？咁你咪賭緊自己米咯。首先要澄清，我從來咧都唔會盲推任何嘅產品嘅。正如我上一條片講過，對於99% 嘅平民老百姓嚟講咧，持續地買入 ETF 絕對係累積財富最好嘅方法。呢個咧亦都係我成日同啲客戶推薦嘅方法嚟嘅。呢個大方向一定唔會有錯。但係呢個世界，或者講得再大啲啊，人生入邊根本係唔會有一套完美嘅工具可以解決晒所有嘅問題，包括 ETF 都係一樣。如果有人同你講，喂，呢樣嘢係最好噶啦，冇其他嘢可以比得上佢，咁你要小心啲啊，因為咧佢都可能陷入咗一個思維陷阱，叫做確認偏誤 （confirmation bias）。呢個意思即係話咧，你好似戴住咗一副有色嘅眼鏡咁樣，你只會睇到同你顏色一樣嘅嘢，其他顏色咧你都自動咁過濾咗。其實盲推儲蓄寶同埋盲反儲蓄寶咧，都係犯咗同一個錯誤，確認偏誤，只係咧佢哋咁啱處喺兩種意識形態嘅極端嘅對立面，呢兩種人都只係會睇到自己想睇嘅嘢。咁一個專業嘅 agent 嘅職責又係啲咩呢？其實咧，我哋要好似一個醫生診症嘅過程咁樣，我哋唔應該一嚟就開最貴嗰隻藥，或者淨係開自己最熟嗰隻藥俾個客人。一個專業嘅 agent，一個專業嘅代理人，佢一定會先問清楚你嘅病徵，了解你嘅病歷，再對症下藥。我哋都一樣，我哋一定要做到百貨應百客，了解到客戶嘅實際情況、性格同埋人生階段，你先可以提供到最合適嘅解決方案。好多人講 ETF 好係因為佢長期穩定、回報高，呢個係完全冇錯嘅。但係佢哋咧都忽略咗兩樣嘢。第一樣嘢係人類嘅情緒成本。嗱，你試想像下，當美股大跌3成、4成，甚至乎一半嘅時候，你係咪仍然都可以好似個機械人咁樣，唔受到任何情緒嘅影響，眼都唔眨咁樣繼續買入你嘅股票呢？而且喺股票市場嘅大回調，絕對係資本市場嘅常態。單係講2000年之後啊，都已經出現過3次一個高達3成至4成嘅大回調，包括咗2000年嘅科網股爆破啦、2008年嘅金融海嘯，同埋最近嘅2020年嘅全球疫情。當你見到你嘅股票賬戶由原本1000萬跌到700萬，甚至乎更低，你個心會唔會好似坐過山車咁樣由天堂直插地獄呢？嗱，我見過好多人、好多客。一到大跌市嘅時候咧，就頂唔順，最後咧係最低位嘅時候斬纜離場，之後嘅股市反彈已經完全唔關佢事，佢哋咧完全係將紙上富貴咧變成咗真實嘅虧損，呢個就正正係因為情緒成本，佢侵蝕咗你嘅判斷能力同埋執行力，同時間亦都係點解環球嘅資本市場長期都係向上嘅，但係大部分嘅散戶都係蝕錢嘅原因。第二點就係特定時間、特定金額。嗱，想象下，如果你50幾歲準備退休，或者你筆錢咧係預咗小朋友幾年之後去外國讀書嘅學費，你必須要喺特定嘅時間為自己儲定一筆特定嘅金錢。呢個時候你不幸撞正咧金融海嘯大跌市，你仲有冇時間同埋空間等佢回升呢？但係調翻轉，肯買一個時間點，你必須要退休，你小朋友必須要讀書，個市嘅大回調會唔會就翻你呢？係絕對唔會噶嘛。所以呢個正正就係時間成本嘅問題啊。咁儲蓄保險呢個時候咧，提供緊嘅係一個確定性同埋穩定性，佢就好似一個避風港咁樣。嗱，雖然咧佢嘅航速係慢啲㗎啦，佢唔好似一隻快艇咁樣係咁衝，但勝在風浪再大咧，佢都穩穩陣陣，冇咁大情緒壓力，亦都唔會影響到你人生最重要嘅時間點。佢俾到你嘅係一份安心，而呢份安心咧，其實好多人願意犧牲回報去換取嘅。記得咧，我之前睇過一本書啊，叫做《投資最重要嘅事》，佢講到咧，其實喺投資世界咧冇完美或者最好嘅。佢講到喺30-40年前咧，美國有一對夫婦，佢哋投資好叻，不過佢哋買樓咧好特別嘅，佢哋習慣咧係完全地儲晒成個樓價嘅錢，然後唔用按揭嘅方式咧一次咁樣 pay off 晒。咁好多人就會覺得佢哋非常之愚蠢啦，話你喺銀行借錢咁低息，可以慢慢供喎，你俾個首期就可以擁有咗成層樓嘅業權，點解你要咁樣慢慢儲呢？但係嗰對夫婦就話，其實喺理財嘅世界咧，冇絕對啱定係唔啱。雖然佢哋要慢慢咁樣儲晒成筆樓嘅樓價，好似有啲戇居咁樣，但係佢就話呢個舉動同埋投資決定咧，為佢帶嚟咗一種安心感、安定感，唔需要咧令到佢哋每個月咧月尾都諗住要供一筆錢，呢種嘅安全感咧係幾多錢都換唔到嘅。所以我哋要習慣去評估一樣嘢好定唔好，永遠咧都唔應該用單一嘅維度去衡量。今天我哋講到投資工具，當然都絕對唔可以淨係用回報率去衡量啦。好啦，除咗回報同埋穩定性，儲蓄保險仲有一個極少人提及，但對於一啲高資產淨值同埋中產家庭極為重要嘅功能嘅，佢就叫做微型嘅信託。你都可能聽過沈殿霞啊、梅艷芳啊，佢哋走咗之後咧，其實佢哋都係用一個信託基金去安排佢遺產嘅。咁梅艷芳咧就係安排咗佢走咗之後啦，就每個月
月咧就出7萬蚊俾佢阿媽照顧佢終老嘅。嗱，咁啊確保到佢哋最愛嘅人咧可以生活無憂，但係又唔會亂咁揈晒佢哋筆錢嘅。咁沈殿霞啦就係 set 咗個信託，喺佢走咗之後，每個月出2萬蚊俾個女鄭欣宜，直到佢35歲，亦都係確保佢唔會餓死，但係同時間咧亦都避免咗喺佢冇足夠嘅理財能力嘅時候咧掌管一大筆嘅財富。但一般嘅信託嚟講咧個門檻都會比較高啊，手續費咧都會比較昂貴。你首先你一定要有個設立嘅費用啦，同時間每一年咧都會收你一個嘅管理費用㗎。咁而儲蓄保險咧就係可以透過保單嘅指定受益人同埋分期支付身故賠償嘅功能啦，都可以做到一個低成本簡化版嘅微型信託嘅。例如話一份保單價值已經累積到千幾萬嘅保單，你可以指定身故之後每個月支付2%，即係例如話20零萬啦，俾你嘅仔女，直到佢哋某個年期，可能係35歲、55歲 whatever 係你自己定嘅啫。咁你就唔使怕佢哋因為太年輕冇見過世面而亂咁使錢，但係同時間又可以確保佢哋咧生活有呢個保障。咁呢個功能咧係股票啊、ETF 啊、物業啊等等咧完全做唔到嘅，佢就好似幫你請咗一個財富嘅私人管家咁樣，幫你打後緊身後嘅財富事務。嗱，對於一啲中產以上又未至於極頂級嘅富豪嘅客戶嚟講咧，其實佢哋好 buy 呢樣嘢，因為佢哋知道筆錢生前可以穩定咁樣增值，走咗之後亦都可以按照自己意願有條理有保障咁樣傳承俾下一代。呢個咧就係儲蓄保險無可取代嘅存在價值，係一份對家人嘅承諾同埋保障。所以話一個專業嘅保險代理人，你唔應該去盲目咁樣吹捧儲蓄保險，同時間亦都唔會盲目咁樣反對 ETF。其實我哋要做嘅係應該好似個裁縫咁樣，先幫我哋嘅客戶度身，然後再去了解我哋客戶嘅唔同方面嘅特質。首先咧就係性格啦，性格咧就包括咗風險嘅承受能力啦、情緒嘅穩定性。究竟我哋嘅客戶係咪一個容易會被市場波動影響情緒嘅人呢？第二就係人生階段啦，佢會唔會好近退休年齡？又或者佢嘅家庭責任如何？我哋嘅客人有冇短期之內需要動用嘅大筆資金呢？而第三樣嘢嘅最簡單就係佢哋嘅財務目標啦。其實佢係講緊想要財富增值啊，定係財富傳承呢？我哋客戶呢個階段最重視嘅又係啲乜嘢呢？咁我哋嘅工作咧，其實要幫我哋客戶制定一個黃金嘅比例啊，將唔同嘅工具，包括可能 ETF 啊、儲蓄保險啊，甚至乎係個股啊、債券啊等等唔同嘅金融產品，放喺一個合適嘅百分比上邊，去完成佢整個嘅財富規劃。就好似你煮飯咁樣，唔會淨係要你落鹽或者淨係落糖啊嘛，係要各種嘅調味料都配合得宜，你先會煮出一條好餸。世界上係冇完美工具嘅，只有最適合你嘅工具。專業嘅 agent 唔係產品嘅推銷員，而係你理財界嘅軍師，幫你喺一個咁複雜嘅金融世界入邊咧，揾到最啱你嘅路，同你一齊達成成長嘅目標，呢個先至叫做係專業。最後啦，我都會想講下，好多人關於儲蓄保險嘅猶豫同埋焦慮，都係嚟自於儲蓄保險嘅一個非保證嘅結構。嗱，非保證嘅分紅咧，確實係我哋去決定投唔投保一份儲蓄保險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嚟嘅。當你確定儲蓄保險嘅功能係適合你而家人生嘅唔同階段同埋需要之後咧，你需要做嘅係睇清楚你想揀選一間公司佢過去產品所做到嘅分紅實現率，會唔會喺10幾20年之後喺佢嘅非分紅部分完全咁兌現唔到，令到你嘅預期大失預算呢？所以到最尾，一份分紅實現率穩定嘅儲蓄保險，絕對係有佢嘅價值所在。調翻轉，如果你見到你嘅 agent 俾你嘅一份 proposal， 你睇翻佢過去啲記錄，分紅實現率唔係咁靚仔，咁你真係要小心啲啦。OK， 咁希望今日呢條片咧，可以幫大家咁樣打破儲蓄保險同埋保險 agent 嘅一啲固有嘅印象。其實任何存在嘅事物咧，都有佢嘅價值。我哋最重要嘅係學識客觀嘅分析，唔好俾一啲單一嘅觀點所局限。如果你都認同我講嘅嘢，覺得呢條片有啟發性嘅話，記得俾個 like 我啊！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仔對保險業有啲誤解，或者想知道點樣揾到個好嘅 agent，記得 send 條片俾佢睇下。最重要嘅係，如果你都想聽多啲關於個人成長啊，或者長線理財、經營人生嘅分享嘅話呢，我會繼續用我12年嘅行業經驗同埋長期主義嘅思維，為大家帶嚟更加多實用同埋深入嘅分析嘅。所以記得 subscribe 埋我個 channel， 開埋個小鐘仔啊！